抵啊，今晚真係好抵啊！boy 咧，全部而家咧都買緊咧係2萬，係啦，佢寫緊咧，佢哋咧買緊嘅呢一個價錢咧係25,000幾啊，25,000幾嘅價錢左右嘅，仲有呢一個咧係邊個都冇磨損嘅，係啦，4個都係冇磨損啊，大家，價錢嚟啦啊！25,999咋，25,999啊，25,999可以車咩？可以車咩啊？大家，唔係，對唔住啊，我上錯價錢啊，我真係咧今日狀態唔係幾好，我係講佢哋而家咧買緊25,000幾啊。19,999啊，對唔住啊，更正一下先。哎呀，我真係黐咗線啦，真係。更正啊，吓。我睇。誰呀？打得棒。啊，宋志雄，你唔好就地爭水喺出邊講電話啊！扣翻1件衫啊！聽日咧即係買件咧。背心俾你着就算數啦，衫都冇得你買噶啦。聽日咧係最後一日俾你咧去行街，你都唔爭取機會，咁你唔使買啦。JE8733 啊！我咧呢一個講人哋咧同我講咧，佢哋咧日本買咁嘅價錢，跟住咧我就出咗嗰個價錢啦，唔好意思啊，19,999啊。太攰啦，因為尋日咧整單咧整得太晏啦，瞓得2個鐘，所以咧今日咧有啲唔係狀態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呢一個咧都係咧超級嘅性價比啊！你睇下，全部都係脹卜卜嘅，邊邊咧全部冇花痕冇剩嘅，前後都係靚仔嘅，大家前後都係脹卜卜靚仔嘅啊！好，子瑩多謝你啊，1萬幾蚊2萬都唔使，可以帶個25 boy 翻去，係超值嘅價錢啊！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傻咗啊！喂 Dior 有冇人想要啊 Dior 有冇朋友仔想要先 YSL 佢都有啊，我睇下價錢抵唔抵啊？哇，要這個包包嘅？喂，有個咧牛仔嘅，宋志雄捉到懶惰，宋志雄去出邊。宋志雄，你斟咩水斟咁耐啊？啊，水都滾咗又瀉晒啦，係咪啊？宋志雄咧好積極，同我講咧，佢要去幫 Yoyo 斟水嘅，跟住咧就咧一出去就10分鐘都唔返嚟噶啦，你就知道咧佢喺度咧講緊電話嘅，因為喺度講電話會俾我話嘅。好，1號玩 Dior 嘅盒仔包，有埋闊帶嘅1號，佢驚我話佢，所以去出邊講電話。唉，唔好意思啊，對唔住啊，頭先呢幾個未做埋先啊。好 Prada 嘅一個咧斜孭包嘅，前面呢一個咧係咧一個咧紅色嘅紅白扣扣嘅，邊個咧係靚仔嘅？邊個係靚仔？好，後邊咧有貼 logo。宋志雄，你咧呢一個咧冇淥親啊吓。OK， 係啊，我知道咧你好熱啊，我閉路電視睇到你噶。你喺度做緊啲咩？我完全知噶。OK， 冇閉路，你過嚟睇下有冇閉路。唔係我點知你淥親啊？
趕緊給他開一下吧。我是太燙了。媽，等一下，你幫他一下嘛。你幹嘛倒這麼滿啊？那你等一下又要喝，等他玩那些的，哇！小朋友都係咁噶啦。好，入邊一個大嘅空間。孫志豪，你成身濕晒啊？冇啊。嚇？冇，頭先咪講寫晒咩？冇寫啊，冇寫啊。咁點解你要去10幾分鐘咁耐啊？我要去廁所，順便我冇見到你有開門嘅聲音，你睇1、2、3、4，一間房度4個閉路。你覺得你出邊冇閉路？你覺得我唔知你講緊電話嘅？冇講電話，處理緊人際關係啊！哇，你真係好忙啊！細個都要處理人際關係，哇，孫志豪，你真係同同學嗌交，所以咧你個咧心情好低落係咪？係要去冷靜一番係咪？係啊，而家冷靜完啦。哦，咁你下次咧翻工嘅時候咧，麻煩你咧以後咧處理好你人際關係，你先嚟翻工啊！好。你處理唔好嘅話，你唔好嚟翻工啊！翻工嘅時間你就唔好處理你同學嘅人際關係啊！聽唔聽到啊？聽到。翻工時間可以做私事嘅咩？唔可以。係。嗯。咁要唔要扣公仔啊？唔交。唔好啊！記你一個。